Hello， 歡迎大家收睇我哋晴天地產 channel， 我係主持人咧 Jojo。咁今期嚟到咗我哋中山西區嘅一個銷冠樓盤啦。咁聽講咧，呢度咧25年咧，佢係成年入邊嘅銷冠樓盤之一啦。咁今次咧就帶大家咧去睇下佢點解咁受港人嘅歡迎啦，同埋咧仲有咧呢度係好多港客成交最多嘅樓盤嚟嘅。今次咧帶大家了解佢全新2期嘅樓王單位，而且係最後一棟噶啦。咁我哋事不宜遲，即刻帶大家入去了解下。啱啱幫大家了解到咧，佢呢度咧目前新加推嗰一棟樓王單位響6棟嘅，咁佢6棟賣嘅單位就係140方同埋93方嘅，仲有7棟咧有一個95方都響賣嘅。咁佢依家嘅特價單位響11000左右嘅價格啦。目前成交嘅話咧，佢會送我哋嘅車位啦，同埋物業管理費，仲有現金嘅補貼嘅。以上咧就係了解到佢嘅價格同埋優惠，我哋再去了解一下佢嘅交通啦，同埋周邊嘅配套嘅。咁項目周邊咧配套以及交通咧，同佢學區價值都係超值嘅，可以就讀咧西區中學啦，同埋西區小學，仲有咧燕州中學啦、西區中心小學嘅，可以講咧由小學到高中都涵蓋咗啦。項目周邊5分鐘內咧涵蓋咗咧3大商圈嘅，屋苑樓下咧就有一個港澳直通車站啦。同樣5分鐘內咧可以去到一個街市以及一間3甲醫院嘅中醫院。周邊咧亦都有一個生態公園嘅，住呢度咧真係咧要乜有乜㗎。我哋鏡頭咧再放大俾大家睇下屋苑嘅外立面嘅。咁屋苑咧佢係有分1期同埋2期啦。1期係屬於一字板樓設計，純南向，做到戶戶朝南。咁2期咧採用混合式嘅佈局，做到每一戶咧採光通風效果都好好。跟住我哋嘅鏡頭咧實地再睇埋示範單位。咁我依家身處位置咧就係我哋6棟樓王單位嘅示範單位2樓嘅。咁我哋再望翻出去園林啦，咁成個2期咧最靚仔一棟啦，望翻出去景觀咧視野都好開闊㗎。而且我哋依家仲係響咁低嘅樓層，咁你可以望到其他樓宇咧，佢全部咧每一座都係封好晒頂啦。買依度係唔需要擔心咧騎樓風險嘅。咁再睇翻園林呢度啦，全部都已經做好晒㗎啦。園林中間 set 咗一個水景嘅水為財啊嘛，係咪先？咁我哋呢度咧佢咧仲有一啲兒童樂園啦、休閒空間啦，同埋一個健康跑道俾翻我哋業主用噶。咁我哋咧入去睇埋示範單位，呢一個示範單位咧係140方嘅4房2廳2衛嘅。我哋沉正式咁去感受一下。睇啱呢度嘅朋友咧，即刻攞起電話 call Jojo 啊 ！Jojo 帶你成為灣區業主。